地方消息来看，家己新港是有一群来自台湾各地头的民众做伙住伫咧板头社区。这日是有人起厝，有人做事，暗时啊嘛斗阵住暗顿，目的就是要做伙推动环境共生，活化爬远的角色。替暗时，互大家休困的工料来搭天棚，有人闭关来施工，有人伫下骹加工材料。来到这的每一个人，每一工拢会替伫遮共同生活的人来付出。有人起厝，有人种植，但是伊拢是来遮了后，才开始学遮的功夫。我们的自然的农法，然后用有序的设计的方法来种我的物件，然后我的物件是要家己食。那我们也分享给来这边一起参与的人，然后互人一个学习的机会。来到这等于是讲爱从头开始，对，啊，啥物拢爱学，啥物拢爱做安尼。我爱家己种菜做事，啊嘛爱家己去起厝，对，啊用迄个自然建筑的方式，对，希望是用土地顶悬的物件去做。来自台湾各地的人认同这种生活方式，组织伫新港的板头社区，因发起一个地球回航的计划，要伫庄卡这个所在活化空间，建造环境共生的示范场所，向大家来推广环境教育。我们会有生态生产，然后生态的生活跟生态的教育这3个面向，去呈现我们在农食住活产学这6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发展。计划主持人表示，因为去年4月开始推展这个计划，到当已经会当满足基本的生活，接落来嘛会配合在地学校甲社区，提供环境教育的课程，让在地民众会当更加了解这个计划的精神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